台南市议会明治艺术中心伫经过2冬的改造，不但空间变宽，而且动线嘛较通光。尤其过去后面的餐厅甲议员的研究室，伫拍通以后，现在成为营地创新的育成基地，不但会用培育少年人来创业，而且佫用带动地方的繁荣甲就业。台南市政府呢，将在这边培育呢，台南地区，包括西南西北，要用心，而且有心的要创造事业的人呢，然后在这边做一个适当的训练的场所，那培育呢更多的企业在这边呢产生，带动地方的繁荣和整个的就业的机会。那么台南市议会呢，所有的议员全部义不容辞呢，来呢挺这项的创举。很谢谢议会，我们议长这个决定了把这个地方这个装潢的美轮美奂，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。虽然我们现在过去的县议会的人数跟现在市议会的人数比较多，所以议事厅看起来比较迷你，但是我们觉得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议事功能都兼具，那可以有非常好的议事品质。那也谢谢议会各位同仁各位议员的这个努力，那这点是表示12万分的敬意跟谢意。看到营地创新育成基地完成，甲明治艺术中心的重新启用，台南市议会上午嘛以办喜事的心情，准备往来卤面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另外，为活化明治艺术厅，台南市议会嘛将推出艺术体验营，邀请各中以上的学生来报名体验。欢迎各级学校到议会网站来查询报名。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